这里是东川名店城旁的户外篮球场，今天举办广州有史以来最大的潮墟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潮人的话，怎能不来呢？總共係有160個攤位嘅，珠三角地區同埋香港都會有一啲攤主參加嘅。想喺咁多攤位裏邊最突出位嘅服裝，自然必不可少。呢套洛麗塔就夠晒搶眼。不過好熱，真係好熱。仲有檔主將親密嘅合照都貢獻埋出嚟。我哋主要 sell 啲相機咯，跟住擺啲相俾人哋睇下啲整出嚟啲效果係點樣啊！咁潮嘅檔主，咁潮嘅貨，啲顧客都睇到眼都花，執到手都攰。很熱鬧，比想象的要熱鬧很多。派袋啊！咁有冇新地嘅？冇。不愧係潮墟，連阿叔都咁有性格。雖然潮人眾多，但今日嘅主角一定係佢哋12位潮墟嘅代言人，都係型仔靚女嚟㗎。係港姐港男啊！廣州嘅男仔同廣州嘅女仔啊嘛，好多好潮嘅嘢我都係好想睇。一陣我比賽完我就會即刻去睇啦。潮